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聯儲局發布咗佢哋上一次嘅議息會議記錄，當中顯示啦，有幾位官員就希望美國通脹能夠升到上2%目標呢一個預期越嚟越有信心嘅時候咧，先至可以加息。不過，亦都有其他官員就認為咧，美國就業市場已經係完全復甦，應該可以支持好快嘅時間咧就有加息嘅決定。聯儲局喺上次議息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冇好具體咁樣討論今年可能加息嘅狀況或者加息嘅時間表。喺加息迫切性唔明顯嘅情況之下啦，對投資者重新考慮買入歐元呢一個嘅意欲咧，應該會係有提振作用嘅。歐元短期間有機會係反覆做翻好少少，不過礙於歐洲經濟前景其實都唔係咁正面，唔係咁亮麗，而喺英國脫歐呢一件事情上，暫時都似乎仲係俾英國牽住個鼻走嘅狀況之下咧，買入歐元雖然會係有一個嘅推動作用啦，但係咧未必會係對個歐元有一個大幅度上升嘅動力嘅。咁因此歐元對美元短期間應該會反覆嘗試1.1390呢一個阻力。不過好大嘅程度上咧，呢一個會係一個大嘅阻力位。去到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，其實係適宜睇淡翻一線嘅。短期間歐元個範圍應該會喺1.1150至到1.1390呢一個範圍走動嘅，可以貼住1.1390嘅時候咧做翻淡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